仲暖暖地嘅喎，好好味啊！你中意好啦。係啊，一部巨輪令到蕭正楠坐穩 TVB 一線男藝人嘅地位，後續開拍續集《巨輪二》亦都收視大爆。人心解碼二、幕後玩家、超時空男神等劇入邊，蕭正楠演繹角色都令人過目不忘。但係有幾多人記得蕭正楠原來係歌手出道嘅喎？業界前輩評論佢係唱功紮實，前途無限。2023年，蕭正楠舉辦入行20週年演唱會，向大家宣布蕭正楠歌手翻嚟啦！如果你都同樣中意蕭正楠，9月26日難忘今宵中秋晚會喺珠海5星標準維景大酒店同你舉杯邀明月，高歌慶團圓，團費只需799蚊起，包含價值299蚊晚會門飛，入住5星維景大酒店，全程純玩無購物啦！歡迎撥打廣東旅遊熱線或者前往我哋各大門市報名啦！想了解更多嘅資訊，記得點讚、追蹤、加關注。我係廣東旅遊宏仔，我哋下期再見。